嘅賽事，先進組錦標賽第2場初賽 A 組而家即將開始啦。第一線道嘅就係球技水喉工程之友龍，第二線道係海戰龍 O50啊，第三線道係龍之友 O50，第四線道係柯德寶靈龍舟隊有 O50啊，第五線道係翱翔龍舟隊 O50，第六線道咧係赤航空百龍 O50啊，第七線道係地鐵水上活動會 O50，第八線道係千歲梅千歲龍啊。哇，好緊張啊！而家咧見到咧佢哋每一隊咧都係非常之緊貼住大家嘅喎。係啊，見到佢哋咧咁多隊都叮當龍頭啊，咁啊鼓聲咧亦都此起彼落啊，十分之咁強勁同有節奏啊！相信咧今日咧去到呢個咧第2場嘅初賽賽事咧，佢哋咧亦都係發力咧去急起直追㗎。係啊，佢哋咧雖然咧係先進組啊，但係咧一啲都唔輸蝕㗎，佢嘅速度同埋力量咧絕對不會比其他組別咧遜色嘅喎。而家咧我見到咧就係咧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線道啊，咁多個龍舟隊伍咧，亦都係旗鼓相當，鬥到難分難解啊！係啊，第五線道赤航空法咧已經遙遙